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粵語天地，免費訂閱，每天了解最新香港娛樂資訊。11月23日，天王劉德華嘅父親去世了。消息係由華仔天地曝光嘅。華仔天地係劉德華嘅官方後援會，目前呢個網絡頁面已經全部變成了黑白配色，以示哀念，告知外界嘅訃告只有短短嘅一句話。父親於20號喺家人嘅陪伴中安詳離世了。今日雖然只有短短一句話，但也能見其家人嘅悲痛。20號發生嘅事，23號才向外告知，也就係講整整3天嘅時間，佢哋才勉強從悲痛中走出嚟，發佈了訃告。據悉，劉父全名叫劉禮，1934年生人，終年89歲。其祖籍係廣東江門，後因種種原因定居喺了香港生活。劉德華喺5歲之前和阿爺住喺香港嘅鄉下，6歲多佢被父親帶回了城市，所以關於父親嘅記憶就係一家小食雜貨鋪。對於年幼時嗰段繁忙且沉重嘅工作，劉德華從唔覺得苦，甚至喺咁日復一日嘅生活中，佢更體會到了父親養家嘅唔易。喺功成名就之後，佢買房會買下2間相鄰嘅屋，並將中間打通，以更好嘅照顧父母。2003年，劉禮患上了膀胱癌，以後佢喺香港嘅醫院做了膀胱瘤割除手術。20年前喺香港搶救回一個癌症病人，不僅需要巨大嘅花銷，還需要精心嘅照顧。彼時劉德華人到中年，工作也相當忙碌，所以華仔對父親嘅付出可見一斑。為人子女，佢真正做到了至真至善。2021年，劉德華帶父親去了工作場所，留下了2人公開嘅最後一張合照。儘管外界鏡頭無數，佢哋依然質樸嘅像世間大多數父子咁。而講起劉向慧，嗰可係劉德華嘅掌上明珠，而劉德華和朱麗倩嘅婚姻就堪稱業內楷模。1986年，劉德華隨着香港明星足球隊去吉隆坡，喺朋友介紹下認識了朱麗倩。朱麗倩本就係劉德華嘅歌迷，兩人見面後非常投緣。喺見面之後，兩人互相留下了電話號碼，並慢慢走到了一起。可係彼時嘅劉德華係香港天王，一旦感情曝光，對劉德華嘅影響係不可估量嘅。為了唔影響劉德華嘅星途，朱麗倩選擇了隱身，甘心做了佢20多年嘅隱形女友。直到2009年，兩人被媒體拍到喺機場擁抱嘅畫面，呢份感情才徹底露出全貌。而呢一年，朱麗倩已經43歲。劉德華曾講：我太太比我更愛我自己。的確，作為馬來西亞首富嘅女兒，如果冇足夠嘅愛，又怎可能為劉德華默默隱忍20多年？好喺呢段感情係雙向奔赴嘅。相戀幾十年嚟，身處娛樂圈嘅劉德華始終非常注意和其他異性來往嘅分寸，俾足朱麗倩滿滿嘅安全感。之前有位女粉絲喺劉德華嘅演唱會上，著着婚紗向劉德華表白，劉德華認真地回應道：非常對唔住，因為我已經結婚了。雖然我已經結婚了，但我也會一直愛着你，愛着大家，我會永遠把你哋當作自己嘅家人睇待。2015年喺粉絲見面會上，劉德華帶着老婆和女兒。劉德華抱着女兒，牽着太太嘅手走到舞台中間，講道：我想俾大家介紹一下我嘅2個寶貝。一句話盡顯佢對妻女嘅寵愛。更難得的是，在平時的生活中，劉德華非常懂得如何和妻子相處。兩人有互相不滿的地方，從來不會大聲吵架，而是把心裏話悄悄寫下來，放在家裏的某個角落。就好像想學傳紙條那樣，從小在愛河裏遨遊，劉向慧被父母間濃濃的愛意所包圍，
這種溫暖的家庭環境培養了他那陽光燦爛、樂觀向上的個性，而這份家庭愛亦映照在娛樂圈的金童女劉德華的女兒劉向慧身上。不久前，香港有幸見證了劉德華首個藝術展的盛況。低調的他在訪裏提到，展出的畫作當中，女兒劉向慧的傑作了一席之地。這份對女兒的驕傲溢於言表，畫得好的作品都是他的功勞。他是個小藝術家，而我只是一名藝人。他不但繪畫有天分，連唱歌都比我還要出色。劉德華這番話透露出作一個父親的疼愛與自豪。看到劉向慧年僅11歲就才華橫溢，網友們為他喝彩，然而也有人認為她是一個含住金鑰匙出生的公主。劉向慧或許正是俗稱在羅馬出生的孩子。他的父親劉德華是家喻戶曉的一代天王，而他的母親朱麗倩則是馬來西亞檳城首富的千金。當初朱麗倩懷孕時期，劉德華已是準備周全，願意不惜一切確保母女平安。劉向慧出生不久後，劉德華更是慷慨解囊，只為她能有最優渥的成長環境。談到錢買不來幸福，但劉德華在女兒劉向慧出生的第一年就耗資5億，其中2億是為了購置私人飛機，讓女兒避開人群，自由行走於世界各地。另2億則斥資購買豪宅，注意於讓女兒的生活遠離外界干擾。這間豪宅裝修豪華，單是空氣淨化器就有14台，家裏除了有3位管家外，還有10位保鏢隨時守護。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形象在劉德華身上並不適用，因為在劉向慧出生後的前3個月裏，他不離不棄地照顧女兒，從換尿片到餵奶洗澡無所不包。他感性地說，每次給女兒洗澡時，看到她對我露出的天真笑容，所有的辛勞都煙消雲散了。2017年對劉德華來說是一個試煉年，他在拍攝廣告時不幸墮馬意外，外界瘋傳他生死未白。在這艱難時刻，朱麗倩帶住5歲的劉向慧迅速趕到他身邊，陪伴在病床前，使劉德華能夠堅強地度過這段激烈磨練的日子。因意外中斷了繁忙的工作，劉德華卻意外獲得了幸福的驚喜無限的家庭時光。即使是影壇老大哥周潤發，也曾戲稱這位結婚後墮入的女兒腦。每當談及女兒時，展現出了一位父親內心深處的軟弱。然而，讓人擔憂的消息傳來，媒體捕獲畫面顯示，劉德華的8歲女兒忽然出現在醫院，而他是前去心臟科進行檢查。這一現象引起了公眾對於小小劉向慧健康的關心。根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他已經在醫院住了1-2天，具體病情尚未可知。然而孩子的精神狀態似乎並未受影響，依然活潑可愛，惹人憐愛。記者長時間在醫院外等候，直到下午5時才看到朱麗倩經常使用的保姆轎車駛出，據窗拉上了黑色窗簾，隱私保護做得很到位。在女兒接受檢查時，劉德華本人並未出現，這令人推測情況應該不算嚴重。即便已步入花甲之年，劉德華依然在娛樂圈裏擁有令人璀璨的星光。他那帥氣霍削的形象從來不曾褪色，也從未被緋聞所困擾。等不禁為他和他的家人祈願，希望他們能夠健康快樂，享受和樂融融的家庭生活。我們今天的節目暫告一段落，歡迎訂閱、點讚支持我們的節目，這是對我們最好的鼓勵。節目的尾聲，我也為你準備了2則精彩絕倫的視頻推薦，敬請期待下期更多精彩內容。我們下期再會。